们觉得香港的导游的素质跟问题太差了，你不能这样子做。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大家都没有，完了我们来，大家玩得开开心心的，就准备離開了，搞得現在大家搞得一個誤會出來，對不對？搞得大家心情都不好，就耽誤我們的時間。因乜解救佢咁嬲啊？仲連埋其他都係嚟自深圳嘅團友滯留晒喺碼頭度，冇得繼續行程，都係因為最近再有內地團嘅導遊懷疑逼旅客買嘢，逼得太緊出事啊！是咁的，旅行團星期二就喺香港完成最後一日嘅行程，準備去澳門。點知44歲嘅男導遊就把握最後嘅機會啦，喺旅遊巴上邊 sell 啲團友賣100蚊嘅洋紫荊花樽啊！不過一班團友似乎就唔係好 like 啦，對個花樽就冇乜興趣。個導遊即時黑晒面，火都嚟埋啊！喺中港碼頭入邊派早餐嗰陣，出口串團友，然後仲講電話鬧佢哋係土包子，仲發晦氣將郭先生同部分團友嘅早餐掉喺地啊！雙方最後仲大打出手添，導遊更加報稱被打，大字型咁攤喺地。不過警方睇返 CCTV 就發現係個男導遊自己踢行李箱出氣嗰陣唔小心跌親㗎。近年呢啲鬧劇喺本港不時都有上演㗎。而前年惡導遊阿珍喺旅遊巴上邊對佢認為冇付出嘅內地團友7分鐘嘅世紀辱罵，更加係令人震驚啊！睇嚟旅遊業界嘅淤血一日未清，本港旅遊業嘅名聲依然都會繼續受損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